香港，膝關節炎係長者嘅常見病痛。西醫通常採取止痛藥同手術等治療方法，但係就面臨手術輪候時間漫長等嘅挑戰。醫院管理局借鑒內地經驗，喺2024年5月以中西醫綜合門診模式引入中藥、針灸等，開展膝關節炎治療先導項目。近1年內有280名病人接受治療，有病人情況明顯改善，唔再需要做手術。醫管局早於2014年開始以先導計劃形式開展中西醫協作服務，首次於香港公立醫院提供中醫服務。2023年拓展至更多老年退化性疾病項目，截至2025年5月，服務擴展至26間公立醫院，共66個服務點，涵蓋中風、肌肉及骨骼痛症、癌症治療等6個病種。新冠疫情期間，醫管局喺亞博館嘅新冠治療中心應用中西醫協作治療策略，唔少患者康復效果良好。中西醫交流合作越嚟越多，香港作為中西橋樑，可以融合中西醫療人才，發揮1+1大過2嘅效應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